Hello， 各位同学们，大家早安，我是佩尔老师。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场景很不一样呢？因为这礼拜我们全家回来我阿嬷家，也就是在澎湖的七美。七美是澎湖最南边的一个小小岛屿，然后最有名的呢就是有中心石户，这样子很漂亮。那现在来参观一下我们家吧。首先，这是温岛的古厝旧家，是七美很传统的房子，然后有个楼梯可以上屋顶。旁边呢是新盖的，上面写的亚索天利。这边有个鸡舍，嗨。然后这边有鸡在散步，看起来很开心呢。一定很好吃。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雅欣和秀婉老师一起来敬拜赞美。这礼拜是最后一次线上主日学，真的希望是最后一次了。下礼拜呢，我们就在教育中心的地下室1楼见面，我们要一起为爸爸做父亲节礼物，期待到时候看到大家都是晒黑一圈，就跟我一样。今天我们要再来说一个发生在台南的故事。这个地方呢叫做北门。北门最有名的东西是每天傍晚都会有很多人架着摄影机、脚架，在等夕阳拍照的井仔角盐田，可能和汤马士小火车有点关系的虱目鱼小子，以及明明叫做教堂却没有牧师、没有主日学，甚至也不能做礼拜，只能拍照的水晶教堂。不过在这些观光景点出现之前呢，北门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没有住多少人。而在大约60年前，这里像是被诅咒了一般，居民一个接着一个生了怪病，他们的脚慢慢的发紫，再变成黑色，最后烂掉，痛到受不了。而今天故事中的主角呢，王金河医师，他就是在这个时候为北门带来盼望的重要人物。幽静的台南北门屿风景区，很难想象在将近100年前是一片接着一片的盐田，晒盐很辛苦，收入又少，大家的生活只能求得温饱。王金河的父亲靠着养科和经营渔温存了一点钱，送王金河到日本读医学院。
王金河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原本打算留在日本当医生，但是遇到2次大战，回到家乡北门开金河诊所。战争一结束，北门出现霍乱。王金河是当地唯一的合格医生，每天忙碌地看诊出诊，终于把疫情控制住。但是王金河从来看诊的病人中，发现一些从前没有遇过的病症。你的手甲脚哪冷叽叽？有什么感觉？是麻麻也是痒痒？除了这些镜头，比较麻烦的是，来就诊的病人说，才工作一下就累了，不能坐太久。这是五角病发作的征兆。有人散布谣言说，得五角病的人是做坏事，被上天处罚，才会欧卡欧丘，害得五角病人宁愿看着自己的手脚发黑腐烂，伤口传出阵阵的恶臭，也不敢去看医生。王金河不忍心得五角病的人放弃自己，会上门探访病人，鼓励他们要有信心，把病治好。很多五角病人去世了，家里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王金河会去买几块木板回家，为他们定做一口棺木，举办简单庄严的告别式。居民害怕这些害怪病的人的丧礼，但是看到王金河为去世的人祷告的身影，让大家的心定下来，逐渐的有人愿意一起帮忙。飞行牛，王医师又要我把那些欠债2年以上的病人的记录都消掉。护士小姐跟王金河的太太毛病没告状，很多病人没钱，付不出医药费。王金河怕他们欠钱紧拍死，不敢上门来看病，耽误健康，所以每过2年会把病人欠钱的记录擦掉，当作没这回事。阿多尔来呀！基督教芥菜总会的孙李莲女士帮王金河募了一大笔钱，成立了怜悯之门，让王金河早上在自己的金河诊所看病，下午就在怜悯之门免费医治五角病。还有，精通外科的谢伟医师每个礼拜固定几天从南投过来，为病患处理伤口或是做截肢手术。而擅长内科的王金河则诊断病情以及手术后的照顾工作，使得五角病的医治进行得更顺手。聚会时间到啊！王金河鼓励病患参加聚会，在诗歌和彼此分享的温暖中，让病人疏解生病的无助。有些刚手术完成或是截肢的病人，王医师就直接把他们从2楼病房背到楼下的礼拜堂。来啦，一个给我挨。毛碧梅被自己选择的这位只会公公做代志的公人昂给感动了，开始和王金河一起照顾五角病人。今仔日是阿爸的生日，等伊回来，一碗鱼汤就去给伊吃。毛碧梅这样交代大女儿雅美，王金河却要雅美端去给刚开完刀的病人喝，帮病人补身体。从那一天开始，只要有病人开刀，毛碧梅就会煮鱼汤给病人喝。
毛碧梅比拱廊王金河更懂得病人的心，尤其是小孩子。不管是陪父母来诊所，还是生病被带来的小孩，毛碧梅都会给小孩一颗糖果。收到糖果的孩子心中欢呼，摊丢，让孩子们不再害怕踏进诊所。每个假日，王金河和毛碧梅的9个孩子组成的王氏清洁大队，会到诊所和住院区里清洗蚊帐、床单，擦洗窗台和玻璃，把地板擦得干净到让劳累了一天的孩子们将红彤彤、热乎乎的小脸蛋贴在冰凉的地板上，连呼好舒服。王金河担心出院截肢过的乌脚病人不是在家呆坐，就是去当乞丐。他和毛碧梅开了一间手工艺工厂，让他们可以做手工艺品去卖，赚钱养活自己。毛碧梅勤快地把产品推销到其他的教会，送到百货公司寄卖。这些工人们编的色彩鲜艳的草席也出现在东京街头的货架上。一直做，一直做。王金河在80岁，正好是他行医满50年时退休。退休的前1年，他已经完成把乌脚病人转到新营医院。我真欢喜做工人，不但哪做哪有兴趣，搁哪做哪欢喜。这是王金河对自己的一生下的结语。这个活到98岁的公郎，在2014年回到天家。这种所谓的乌脚病，其实不只发生在北门，在附近的学甲、安定，还有嘉义、云林等不少地方都有流行过。而造成这种怪病的原因呢，不是什么神秘的诅咒，而是地下水。当时呢，还没有自来水这种东西，家里呢并没有一个一打开来就可以有水流出来的水龙头，所以大家都是凿井取地下水来喝的。而这些地方的地下水呢，含有特别多的砷，这是一种有毒物质。不过喝下去并不会马上有什么感觉，而是时间久了，1年过了1年，它会慢慢的累积在身体里面，慢慢的让人的身体坏掉。而最明显的症状呢，就是在脚甚至手的血管会慢慢的被塞住，因此让肌肉和骨头烂掉、发黑，变成乌脚病。在那古早的时代，像王金河这样子正牌的医生并不常见，而且他们的收费又比别人来的贵，所以人们为了省钱，通常都会先去找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庸医、秘医，他们叫做恰卡神纳。当时还有一种叫做招给神纳，他们简直就像是街头艺人一样，会在热闹的地方，像是庙的前面啊，或者是市场附近摆摊，开始表演各种受伤的情境，然后借机来向大家卖药。所以呢，当这些乌脚病的病人来到王金河医师的诊所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病入膏肓，救不了了。唯一能够保住性命的办法就是截肢，把坏掉、黑掉的地方切下来。金河诊所和王医生当时住的家，在整理翻新之后，现在变成了台湾乌脚病医疗纪念馆。里头可以看到看病问诊的诊查室，走到隔壁便是为病人做截肢手术的手术室。当时的器材都还十分简陋，真难想象医生和护理师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而在所有展示品当中，最特别的就是截肢标本了。导览的阿姨说，通常呢，大人们都比小孩子们还要害怕，所以不敢看的大人们，接下来请闭上眼睛10秒钟。
角病医疗纪念馆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为我们导览的阿姨告诉了我们一个故事。曾经有位看影片看到一半，指着荧幕中的一张照片，大喊说：“那是我阿嬷！”原来他阿嬷也曾经是受到王金河医生帮助的乌角病人。从小呢，他爸妈总是在外面工作，把他留给阿嬷来照顾。只不过那时候常常传出小孩子在路上被人绑架的新闻，让阿嬷很担心，同时又很害怕自己脚截肢了，不能跑不能走，要怎么追上歹徒呢？于是他就拿了一条绳子，把自己和孙子2个人绑在一起。他的同学因此常常笑他，周遭邻居呢也常跟阿嬷说：“阿嬷，你安尼袂用的啦，你每天家己把你处理，要让伊出门去交朋友，去耍，去佚佗，也无机会跟别人讲话。我看伊以后会公公变白痴呢。”然而懂事的他很小就明白，这是阿嬷在担心他的安全，因此从来不会抱怨，每天都待在阿嬷的身边。他时常看到王金河医师来探望他的阿嬷，关心他，鼓励他，要他就算截肢了，生活很辛苦很辛苦，还是要好好的、健康的、快乐的活下去。他看着王金河医师的身影，深受感动，立下志向，决定以后也要做个像王金河医师这样子的人。而在多年之后，和导览阿姨讲话聊天的他呢，已经是一位骨科医师了。他继续用王金河医师的爱心来对待每一位他的病人。从以前到现在，在台湾当医生都是一个受人家尊敬、羡慕的职业。尤其如果你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里面的话，更是可以赚到不少的钱。然而王金河医师并不看重这些，他甘心乐意的回到家乡，照顾那些最需要他的家人、朋友和邻居们。愿上帝透过今天王金河医师的故事，都能感动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都有平安的生活、健康的身体。现在神，我们透过今天的故事，认识到在台南这块土地上面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在悲伤的乌角病历史当中，你更派下了一位王金河医师这样子的天使，来服侍受苦的人们。我们愿意透过这样子的故事来学习王医生他的精神和他爱人如己的心。愿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多付出一点爱心来看待别人的需要。愿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小孩子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所求，阿们。现在邀请大家一起来奉献，我们透过奉献这小小的金钱，来学习像王金河医生这样子奉献舍己、爱人如己的精神。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难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别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爱你，感谢你一直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有爱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在我们身边，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爱。谢谢你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自由和平安的，
我们感谢赞美你，保护我们，让我们所居住的台湾疫情一天一天的降温，也让每个孩子可以有疫苗施打，让孩子得着保护力。感谢你差派爱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在孩子不能到教会参加主日学的时候，老师们分工合作，能够在线上传讲很多宣教师的故事，让孩子们仍然可以在线上一起唱诗歌，一起敬拜神，亲近神。求赐智慧的圣灵常常在每一位孩子的心中开启孩子们爱神的心，在生活中不断经历与神同在的美好和恩典，喜爱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常常存在每个孩子的心里，而成为每个孩子的祝福。恳求主耶稣，你持续带领每一个孩子前面的脚步，在这暑假的生活有节制的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的生活依然是规律的，能够有好的计划，管理自己的时间，做不同的学习、挑战、探索，并从生活当中有不同的领悟，有丰盛的收获，增长每个孩子的经验跟能力。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恁着勇敢壮大，无得惊因，也无得论因，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去，伊无离开你，也无放弃你。申命记31章6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申命记31章6节。